奖的3位得主，我们恭喜阿国、秀如和齐轩，我们也恭喜景广台北台。我们先请3位得主，我们先到中间来合影跟讲座留拍照。OK， 好，谢谢，感谢，谢谢，来，3位转过来一点。 谢谢。来到台南，好嘞，谢谢。这就是美丽的湖畔，招谁在谁和家庭一定在开点点哈。OK。通通向右，一个通通朝向右，1、2、3，右到左。哎，然后这边就转这边。好，谢谢。好，他说要转这边。谢谢。好，谢谢。开心一点。OK。够嗨了，开心了，耶！ 皱纹都出来了，哎，谢谢，谢谢，右边，啊，右边，耶，谢谢提醒，谢谢，好，谢谢。好，我们是应该高兴的哈，因为我们除了齐轩哥之外，我们如果2人组还不止拿了1座，我们报了3座回来。那我们也请2位来一起合照一下，我们齐轩哥请您稍等好不好？拿几座啊？一个人拿3座，一个人拿，没有来，这边开心点。好，来这边，来这边，哎，对，来这边，再下面一点点。来，转回来，这边，耶！黑人哦，好，这位有几年了？黑人哦，再转过来一下，耶。 谢谢。好，可以了。那我们请齐轩哥，我们也加入他们，我们请3位请一起留步。好，我们今天景广的表现真的是非常的亮眼，我们已经好多个奖项了。对，那我们3位是音效奖的得主，我们就先来谈谈，其实音效对于我们广播来讲，算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画龙点睛调味料。那我们得到这个奖项，应该也有很多的心路历程可以跟大家分享，对不对？我们大家聊一聊。这个节目是炒出来的，这个东西真的是炒出来。阿丽，今天我们弄的玩 game， 这个音效做到我们2个是吵到疯，3个人吵成一团。还好我们就故意是3个人，因为最后一定有一票可以决定生死，到底要用哪些版本，或是哪一个 tempo， 就是这样。然后常常等他们吵累了、打累了，我在最后看哪一个还行的，我就靠哪一边。开玩笑的，我想音效奖就是要恰如其分的，然后我们都有很多的想法，我们彼此都互相交换。那吵是真的，那很开心吵出一个好结果。我想一个最重要的重点是我很开心得到这个奖是，当然我个人，因为我是第3次拿到音效奖，可是我完全不是科班。最重要，我很谢谢各位听到，包括我跟阿国，他们2个负责演，我负责玩这个部分。你知道它只有5分钟，我们必须将一个项目，一本书，我记得最后的一本书600多页，我必须把它做成故事，所以那个是我们被听到，我们很开心的。 对啊，所以我觉得这个我们下次也可以帮我看那个编撰奖哦，把一本书融合在5分钟里面呢，给它这个完成，而且呢能够表现的让评审能够青睐我们。再次谢谢大家。我想评审是希望明年换别的方式，编撰跟单元节目这样。是的，我们期待3位明年的新的表现。那我们也知道，我们的如果2人组哇，在如果俱乐部，我们同时双要得到综合节目的节目奖跟主持人奖，对不对？我们请2位最佳拍档也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得到这2个奖的一个心得，好吗？真的好开心，真的是最佳拍档，真是最佳拍档。因为我们2个从大学就是同班同学到现在，已经20年了。好，20年就好。然后我们常常在一起，在外面带活动。对。那第一次从来没有合作过节目。对，因为我们各属，我是台北总台，他是我们台北的台北的网台，是，所以我们还没有一起合作过节目。那我们只是把我们平常做活动的默契带进来，所以感觉真的很棒。我举手，真的有媒体要写吗？我爆料给你知道，他们会成功有一个最重要的，尽管从来不可能有双人组，我是始作俑者，而且我要偷偷告诉你，促成他们做是因为。 对，好，为什么没有双人组呢？因为只能领1份薪水，所以2个人做也没有多钱，好不好？所以呢，真的是凭着一股热情来做这样的一个节目。你有的好默契跟好交情。对，真的也要谢谢很多听众的支持，我们的会员一直在募集当中，这是不用钱的。也欢迎你们加入我们是如果俱乐部的会员，不用收会费。我最爱的是，你知道，我今天开心的这个节目虽然我也参与在里面，但是我最开心的是，
为什么很多人没有看到他们有多棒？他们两个可以懒到不愿意一起主持，这么懒。有啦，评审看到，评审都看到，真的是谢谢大家。是他们两个的部分，我们曾经用同样的模式在某一个电台拿过奖，只因为我被 fire， 所以由他们两个呈现的更好。你看，双料 ，OK， 谢谢大家了，谢谢大家，恭喜三位，恭喜景广，非常亮眼的表现，谢谢。